镜头转来看国内，台海局势即马是真紧张。国防部长邱国正昨备询的时，佮承认两方强要动用武力，引起关注。邱国正今仔日佮再表示，军人要去插政治，请大家唔通来甲伊误会。另外，嘛修改国军第一摆攻击的条件，定出交战的准则。安尼，若万不一出状况的时阵，国军通好来应对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要加强和中国对等的沟通，双方拢有责任来维持台海和平。不要再讲了，好不好？一讲以后，今晚睡更不好了。烦恼台海紧张情势，国防部长邱国正惊两岸无势力会到动武的阶段，国军做上好的准备，上歹的打算。国防部七月宣布，查到中国军机了台9抓，其中一只搁入来西南空域，中国军舰计强嘛了台5抓。邱国正表示，无希望任何代志发生，毋过像海巡执法拄着状况，危机就会升悬。尤其国军伫2021年已经甲第一期的要件改变，嘛要订定交战准则 ROE， 互国军应对常常发生的状况。归类以后，给他一个定调，让他有这种状况以后不会经过，因为要层层节制，不会讲说层层节制不对，但他要经过一个报告要很冗长，这样的话这个突发状况可能就已经过了，这样的话处理来不及，所以才会有这种调整的。修改第一期规定，只要航空航海实体超过几机得还制，毋过敢会引起中国学要解脱，指控咱先发动攻击嘞。国防部发声明驳回，讲中国军机军舰侵入咱领空甲领海范围，经过辩证拦查广播甲驱离的行动，有关无法度排除，会当合法授权第一线的指挥官改还制，因为国家对领土有绝对主权。它如果实体，我们就要处理，我们就要处理。处理原则还一样嘛，该警告的，该要喊话的，该要打这个信号弹的，让他知道我们已经注意到你了，要配合，还不配合，逾越这个范围了。那我们就当然有一个应对的方法。针对中国利用气球了台，邱国正强调，伫咧会当看到范围内，会有地面部队甲拍落来，甲美军派战机飞起来拍落来做法无同。尤其了台气球高度多数伫咧7万英尺以上，目睭差不多是看袂到的。发布那个什么入侵的气球警讯，然后你入侵这个气球警讯到底是？种类是我们知道种类哈，我们知道数量，但是不知道种类啊。那如果说今天入侵台湾的气球是像入侵美国那种大型气球，当然国军空军都要予以处置嘛。那如果说是一般的探测气象气球，我觉得军方你就明讲。但国民表示，中国派来台湾的气球多数是探测气象为主，国军会当对外说明气球的类型，互个人安心。行政院长陈建仁强调，要加强甲中国对等沟通，双方有责任共同维持台海和平稳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